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啊。這個南都灣財社報道啊，他說78家房企中報超70%預虧。2026年上半年，儘管房地產政策面持續改善，但市場仍在調整中，房企面臨較大的創業業績壓力。南都灣財社記者根據萬德數據統計，截至7月20日，已有78家 A 股房地產企業發布了2026年中期業績預告或業績快報，其中21家房企預計盈利，57家房企規模淨利潤預計虧損，業績預虧房企佔總數比例的超過70%。這就說明了啊，整個房地產行業還沒有復甦，房企還在 ICU 病房，還在苦苦掙扎。這個啊，你看還有30%是盈利，是吧？沒賠錢，但是這些都是啊，大家懂的，賠錢那是真賠，賺錢的不一定，就是那可能是啊某些安排、某些需要，再賠的就退市了。所以說賠的是真賠啊。今年中報房企業績整體依然承壓，首虧與續虧仍是大部分上市房企業績預告的主基調，反映出行業深度調整的嚴峻考驗。但與此同時，通過資產重組、輕資產轉型或特定項目轉結，部分房企呈現出強勁的日增勢頭或成功實現扭虧，行業結構性分化特徵愈發凸顯。那房企有今天啊，那一方面跟市場環境溫度有關係，但是一方面跟自身啊關係更大。昨天咱們做了個節目，有很多人呢看的可能比較費勁。那個 DLF 集團實際上就是萬科，撒哈拉集團呢實際上就是恆大啊。其他的那些企業你不需要記住名字，你就知道它是白手套就行。那麼對吧，落馬的這個高官通過親屬，通過白手套是吧，去拿地拿項目，是跟這個央企國企以極低的價格拿到項目，然後轉手就賣給恆大。而恆大呢爆雷以後是吧，入險以後，萬科居然去高位接盤，把那個白手套公司啊給解救出來50億。想說明什麼呢？只是想告訴大家，萬科的事沒那麼簡單，是吧？萬科現在還在 ICU 病房，還在掙扎，這個大家可以密切關注啊。萬科後來走向，對吧？一定像一個深水炸彈，還要炸出一些水花啊，一些水下的大魚，還有多少，對吧？還沒有深挖出來，或者還有多少挖出来了還沒報道。所以我在是不是5年前就說了啊，是吧？我說这個啊，三好學生啊，一垮下啊，必然後面有很多人要被追責，有當地的對吧官員，還有這個三好學生這些曾經的高管，這個人是一批又一批啊，大家密切關注吧。三好學生都這樣，那你說其他的壞學生呢？細思恐極啊。那麼我們再看啊，摩根大通啊，最近是召開了一個電話就是研討會啊，就是對中國的房地產，他的觀點是 K 型企穩，曙光出現。核心觀點啊，這是冰山指數專家對二手房市場維持建設性看法，預計2026年二手房成交量同比10%增長，可以持續到2027年。房價從急跌轉入緩跌，就是快速下跌變成啊緩慢下跌，這個意思。上海有望成為首個確認企穩城市，並可能在2027年進入擴張週期。這個冰山40城成交均指數較峰值下跌41%，僅高於2014年、2015年上一輪上漲週期的起點啊9%。冰山70城指數計入掛牌價啊，月環比跌幅2023年至25年的就是有1%的收窄。專家認為房價下行空間小於9%，也就是啊平均跌幅啊應該在9%以內了。什麼意思呢？也就是說大概不會跌破2014、2015年那個價格了，就這意思啊。這是摩根大通這個他們的觀點。成交量放緩，但同比仍在增長。主要城市實時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速從4、5月份的25%到30%的增長放緩到6、7月份的10%的增長。
放緩幅度超預期。但專家預計啊，2026年仍約10%同步增長，2027年正增長仍是基準的情形。那麼本次企穩與以往不同，以往比如這個2024年4季度啊，就是那也不是救市嘛，出大招，就是這個短期企穩不可持續。但是這次呢，它說關鍵差異在於成交量上升的同時，房價跌幅收窄。此前是量漲價跌，總價指數企穩，租金企穩，市場情緒逐步改善。這個在2024年4月份，那一波都沒有。所以說，他認為這一次啊，跟2024年那一次不一樣了啊，這次能夠延續。而上海已確認底部，掛牌量較峰值下降32%，冰山指數自1月反彈1.8%，500萬以下房源過去6個月漲1.5%到5%，企穩正蔓延着更高總價。專家預計上海2026年房價基本持平，2027年可能進入擴張周期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拐點啊，就是在春節後，也就是明年的這個3月份小陽春，就這意思。而深圳呢，尚未真正觸底啊。這個摩根大通認為，掛牌量自5月銳減6000套，但主要由僵屍掛牌撤回驅動，也就是好多那個重複掛牌的人家撤回來了。非需求增強，大眾市場產品就是700萬以下的房子啊，仍在下跌。專家預計，深圳2026年跌3%到4%，2027年可能觸底。其他亮點城市，蘇州最佳2線城市，租金和價格均小幅增長。合肥、寧波3、4線城市，惠州啊，也就是挨着深圳啊，廊坊挨着北京的出現企穩跡象，我覺得這個有點樂觀了啊。但可能是房價較峰值下跌60%到70%之後的自然觸底。廊坊那個就是燕郊啊，下跌60%、70%倒是的，可能還不止呢。但是你說它企穩，這個談不上啊，因為一旦北京要全部放開的話，那廊坊那個地方還有沒有人買，還有沒有需求都是個問題啊！千萬不要這個糊塗啊，不要想當然。真的，一旦如果說北京放開，我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啊，惠州什麼上海周邊我不太清楚，但是北京我太清楚了啊，因為這個廊坊就燕郊就挨着通州嘛，一旦北京放開限購，那個燕郊還有沒有人去買，都是個大的問號。因為你要知道，北京就是北京，這中間還有檢查站呢，那個檢查站平常是吧，通過快一點，一旦稍有個什麼對吧，3長2短的，有個什麼事情一堵都是1個小時2小時的啊。那北京的會又多，對不對？活動又多，一有活動，然後那邊檢查就嚴了，一嚴就是耽誤時間就長。如果北京不限購，那你還跑到廊坊買房幹啥？跑到燕郊買房幹啥？对吧？通州，如果你有300万，在通州可以買個房，而且不差，对吧？100平呗。所以你要這麼一比的話，那燕郊的房子，對吧？它只能跌到磚頭的價格，誰去接呢？對吧？那供大於求啊，大量的這個房子在那兒密密麻麻啊，像鴿子籠一樣。所以我覺得這個專家啊，這分析問題基本上比較泛泛吧，因為他不太了解。你在通州啊，你去國貿上班，那大概快的話啊30分鐘，慢的話1個小時。但是你要在燕郊，你雖然是只隔着一條河啊，你要從燕郊到國貿上班，那不得2小時啊。然後这個摩根大通說啊，其他亮點城市，蘇州是最佳2線城市，最強地級市啊，租金和價格均小幅增長。合肥、寧波3、4線城市中，惠州啊，這個廊坊企穩。那麼2026年到2027年展望啊，他認為二手房成交 Top 20城市2026年繼續10%同比增長，二手房價格上海2026年持平，2027年可能進入上升周期。深圳呢，北京、廣州是2026年跌5%，2026年底可能觸底，2027年企穩。也就是1線城市啊，上海的二手房現在企穩了，那漲呢，到2027年小陽春會漲。那北京、廣州、深圳呢，二手房還沒企穩，今年還跌個3%到5%，明年企穩。他這個觀點怎麼說呢？我覺得比較難吧啊。這個經濟學家馬關元啊，他觀點，我看他發了一個文章啊，他說結合全球地產10年左右的平均修復周期啊，針對不同層級房產給出
分层清晰的市场預判，這是馬官員啊。針對全國整體市場，國內自2021年價格見頂至今已調整5年，參照全球9.6年平均修復週期測算，說即便市場持續企穩回暖，全國整體名義房價想要回到2021年高點，至少還需要4年以上的時間。對應在2030年之後，即便名義價格回歸，扣除通脹因素後，實際資產價格也很難完全復原。這個觀點倒是吧，有點像，也就是你想房價回到2021年高點，那這個還是趁早這個打消這個念頭吧。馬官員認為，怎麼着還要4年，就是2030年再說吧。即便回到了，那扣除通脹因素後啊，實際的價格還是沒回高點，就這意思。他說，針對一線、強二線核心優質住宅，北上廣深、杭州、成都等城市核心學區產業聚集板塊稀缺景觀住宅，依托持續人口流入、土地資源稀缺2大核心優勢，修復速度大幅領先大盤，相關資產大概率3到5年內能夠重新突破2021年價格高點。說高盛啊，相關研報也提出，上海、深圳樓市有案，在2026年底探明市場底部，未來3年核心片區房價累計上漲15%，這個觀點我是不認可的啊。也就是說，你說企穩有可能吧？勉強，就是上海和北京一線城市說不怎麼跌了，有可能是吧？的暫時企穩，但是你說它還反彈，它這首先第一條就說錯了，說學區房，我恰恰認為是学区房很有可能啊，把一線城市給拖垮。這個理由非常簡單啊，你看現在入園的啊，幼兒園的小孩是在急劇下降，對吧？這30%、40%的下降，這個意味着3年以後啊，對吧？对這種学区房的需求本身就在下降，這是第一個啊，就是因為這是硬的，就是小孩就減少了，學齡兒童減少，這個你短時間改变不了啊。這第二個呢，家長對這種学區房的執着啊，對吧？已經祛魅了。現在很多家長都已經对吧，对這個想開了啊。一個家長沒錢，第二個認為這個你這麼小，你給他搞學區房，反正未來都能上大學，是吧？你非得讓他上清華、北大是嗎？他是那個料嗎？對吧？傾其所有，你讓他去上這學區房，花高價買這房子，完了之後你還得給他上輔導班呢，還得对吧？去督促他，完了最後他不是那個料，把孩子逼瘋了，逼得不正常。你不是鸡飛蛋打嗎？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大部分孩子以後都是做自己這個愛好的工作，特長，對吧？比如是送外賣、開網約車、當保安、搞家政，這不都是那個《環球時報》說的嗎？這都是愛好嗎？喜歡對不對？喜歡，大部分孩子都喜歡這個，那你讓他上學區房幹啥？你讓他去那兒卷幹啥呢？所以說家長會祛魅是吧？未來反正孩子都能上大學。那這樣的話，對學區房的需求是急劇下降，一個人就少了，第二個競爭沒那麼激烈，大家想明白了。那這樣的話，學區房啊有一個快速的一個價格是快速下降，這個下降時間是非常漫長的，回歸之路啊，學區房的泡沫要破裂，它叫價值回歸之路。現在還在說，什麼老破小，學區房還漲價，這真是要做夢啊，因為大行情都看不出來。对吧？現在你說那個什麼衡水中學是吧？很多這些補習班都已經活不下去了，因為很多家長都不願意去把孩子送去了，遭罪呀！隨便考個什麼學校都可以走了是吧？過去是孩子，如果考得不太好，感覺自己好像努一努，還能考個2本或者1本，1本呢覺得自己能考個211是吧？他願意去那兒再讀1年，浪費1年青春呢，再花1年的錢。現在誰家長願意這麼幹呢？你上個2本和1本有啥區別啊？反正找不到工作，对吧？你211和普通的本科有啥區別？沒什麼太大區別啊。所以說家長祛魅，連補習班現在都少了。那你看，連續2年高考人數都在下降。這個高考人數下降，一方面是考生少了，第二方面最主要是什麼？最主要補習的少了啊，人家不願意補習了。所以說這些專家還在這扯什麼學區房，顯然還沒搞明白啊。現在這個房地產已經進入存量房時代。為什麼這麼說啊？因為住建部公布的數據啊，上半年二手房成交量已經超過新房，佔比超過1半。全國18個省份二手房賣的比新房更多，
也就是啊，現在樓市已經正式進入存量房時代。過去啊，房企不斷蓋新房就能賺錢的增量時代徹底結束。以後樓市的核心不再是建房子，而是二手房的流通。我们来再看一个熱搜內容啊，這是上了熱搜啊，又是過氣網紅城市杭州樓市，一個叫小李朝花的啊，說花1000萬買的房子賣不掉了。這個是發生在過氣網紅城市杭州。這個小李朝花是個網紅，是幹啥的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就看今天熱搜啊，聊這個事情，我也看了一下，什麼網紅小李朝花在杭州以1000多萬購入的房產，因杭州樓市下行，已跌至700萬左右。他已於2020年7月19日確認放棄出售，轉為自住。本來他想把這房子賣掉，現在搞錢不知道幹啥啊。他買的時候是1000萬，現在賣是700萬，他捨不得。不想便宜賣，轉為自住。不僅是跌幅大，因降價幅度過大，掛售許久無合適買家。小李朝花什麼小李朝啊，把名字都念錯了。小李朝於2020年7月19日確認放棄出售，將房屋收回自住。說同小區業主紛紛降價出售，形成價格內卷。即便下調價位，競爭力依舊不足。房源掛售數月，就掛了好幾個月，中介持續待看，但客戶大多只觀望不下單，交易始終無眉目。說片區房價下滑改變市場心態，多數人暫緩購房計劃，房屋出售進度持續停滯。小李朝作為一個網紅啊，他說他自己在杭州的房子賣不掉，掛了好長時間沒人買，而且價格他買的時候1000萬，現在跌到700萬，而且還沒人買。他索性不賣了，自己住，這就說明什麼？對吧？這就總比那些媒體老是說啊，這個房價漲了，這個什麼回暖、小陽春、大升量漲，對吧？量升價漲。你看人家這個網紅小李朝，這就是活生生例子，1000萬買的700萬都賣不掉，這也說明這個掛牌量為什麼下滑？就好多業主一看賣不掉，算了，自己住吧。價格大幅跌破購入成本，且短期無回暖跡象時，將房屋收回自用，避免谷底割肉，已成類似業主普遍做法。這個小李朝這個遭遇恐怕才是真實的，是吧？房價的一個表現。我們再看一看啊，這個自媒體叫地產春秋，他報道的北京城建欠薪事件啊，這個我們簡單說一說啊。它叫北京城建安裝公司啊。欠薪，你看北京城建吶，那是对吧？那是妥妥的北京的國企啊。從今年2月第一次爆出來，那最近網上啊，流傳一個按照紅手印的好幾百個紅手印呢，關於要求盡快支付拖欠職工工資、補繳社會保險、住房公積金的訴求書。城建集團領導、安裝公司領導，自2022年12月起，安裝公司就開始拖欠職工基本工資、效益工資、獎金、社保已斷繳12個月，醫保斷繳8個月，住房公積金斷繳2年半，長時間不發工資、無社保、醫保、公積金等基本保障。目前大多數職工已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開支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長時間沒有任何收入來源，家庭心理受到重創，有病不敢看，一拖再拖，進而引發心理障礙、家庭矛盾、負面情緒蔓延等系列社會問題。眾多在職退休職工多次通過不同途徑向公司反映過困難問題，安裝公司管理層屢次表示將處理南禮士路頭條7號院的資金優先解決拖欠職工的欠薪、補繳社會保險、住房公積金、退休職工費用，以此來安撫職工。可是至今各項問題沒有任何解決，拖欠越來越多。安裝公司已為集團內部欠薪時間最長、個人欠付累計最多、社保、公積金斷繳時間最長的單位，職工情緒已達到崩潰的邊緣。處置南禮士路資產關係到一系列職工的切身利益，很長啊，後面按了好多手印，提出訴求，這個咱就不說了啊。這個什麼意思呢？北京城建2022年開始到現在4年了，拖工資拖欠，就是這就反映着這個房地產建築行業是什麼個情況。自從恆大一爆雷以後，是吧？這些建築單位
你好多都已經破產了。我記得陕建是申請破產，南通的好幾個建設公司都在破產。所以這個你看，這個北京城建下面的安裝公司欠薪欠了這麼多年，實際上就反映着這個房地產這低迷怎麼解決？誰欠這個城建的錢呢？我看網友說啊，說安專集團本身情況，說混改結構尷尬，國企大股東持股僅24%，其餘分散，集團層面出了事常拿獨立法人說事做責任切割，而且這個安專集團啊已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，招投標市場進入，就算有鲁班獎76項專利36項資質，也接不到新項目，形成無項目無收入欠薪，更接不到項目的死循環。截至2020年2月，对吧？已經这個司法案件是488條，母公司城建集团就是北京城建集团，2025年下半年被法院執行24次，總金額1.19億。2026年開年幾乎每個工作日一條被執行記錄，城建集团也日子也過不下去。實際上大家去找一找啊，網上很多關於不光是北京城建，這個央企城建，對吧？央企什麼建設公司，比如說中鐵、中建，那下面都是各種討薪、各種欠薪、各種降薪裁員，这可是央企啊！一邊是媒體宣傳樓市回暖，对吧？房價還要漲；一邊是這些人拿不到工資，欠薪；一邊是杭州，對吧？深圳那個豪宅5000萬一套，24萬1平米的科技新貴去搶。一邊是大量的這些人欠薪欠2年、3年、4年，社保、醫保斷繳，這是同時發生在咱們這兒啊，都是真的，對吧？那個24萬1平米的房子，5000萬一套的也是真的。那這邊呢？你那是北京啊，北京城建不是北京人嗎？都是北京欠薪欠4年的，都是真的，同時並行，你說怎麼處理？你看今天也有媒體報道啊，全款買豪宅。深圳高端豪宅市場熱度攀升，全款買房比例高。今年以來，深圳樓市在政策紅利持續示範下，走出穩步復甦行情。其中，高端豪宅市场成為引領市場的主力。據不安傳統計，今年上半年深圳灣、前海等核心區1000萬級豪宅頻現日光，近6個頂豪項目開盤即售罄。今年上半年，深圳樓市呈現明顯的結構性分化格局。整體需求逐步企穩。今年以來，深圳樓市在政策紅利持續示範下，走出穩步復甦行情。據不安全統計啊，高端豪宅的買家多來自芯片、人工智能等科創產業，創業者、相關企業高管成為主力。購房邏輯也不同於傳統富豪。記者在走訪時發現，全款購房成為當下深圳高端豪宅市場的特點之一。第一太平戴維斯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瑞表示啊，他說從我們的觀察來看，90後購房者在深圳1000萬級豪宅市場中佔比已達30%，部分一手頂豪項目甚至接近70%，職業集中在科創相關領域、跨境電商、大廠核心高管等。從產品層面來看，這些新客戶最看重的是科技加生態的雙重配置，同時對圈層的純粹性要求很高，而不追求過去的單純商務應酬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在你看看這種2級分化很嚴重，是吧？一邊是豪宅日光，完了之後是全款，一邊是4年欠薪。我們再看看啊，這個第一幫幫團報道說，多方回應畢節100餘套公租房閒置8年，貴州畢節一縣建100餘套公租房，完工後閒置長達8年。根據人民日報，貴州賀章縣朱明鎮投資上千萬建成100餘套公租房，完工後閒置長達8年。記者在賀章縣人民政府網站檢索到一則2017年10月統計的原朱明鄉小城鎮建設項目推進情況調度表，顯示原朱明鄉城鎮公租房建設項目於2015年開工，計劃建設8棟。統計時有2棟基礎工程已完工。據住建局介紹，2015年賀章縣原房產局、原朱明鄉政府和開發商貴州漢唐俊儒投資有限公司簽訂協議，計劃採用企業建設、政府回購的方式，投資建設500套移民安置房。項目於當年3月開工建設。記者實地探訪到3棟
黃粉色6層樓房，除幾戶因地災臨時安置在村民外，100餘套房大門緊鎖，小區道路漏墩，消防栓等設施齊全。他這個說法比較多啊，到底什麼原因導致的？也就是啊，貴州畢節那是窮地方，對不對？窮地方還要建公租房，建了100套公租房，要8年放那兒浪費。這就是我以前說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？我就特別這個反對那些專家呀，瞎建議什麼公租房，什麼啊什麼房地產銀行是吧？什麼收房子，哎，國家发債收房子，把房子收來廉租，把房子收來便宜賣給誰？我一直說這些專家就是一拍腦門一個主意。你要聽這些專家的，那基本上對吧？就叫自尋絕路啊！你看看這個貴州畢節100餘套公租房空在那8年，什麼原因呢？你別管什麼原因，總之对吧？你出發點都是好的，建公租房幹這個幹那個，但最終是一地雞毛，房子建了放那兒浪費。這誰的錢呢？大頭的錢呢？不是大頭的錢建的嗎？建完這個浪費在那兒。這些專家在提建議的時候，感覺好像他是国外賓，對不对？外國人，多大的浪費啊！你這大头的錢建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哪個房企自己的錢建的，那該他自己倒霉，他自己想辦法。拿大头的錢建，浪費的是对吧？大頭的錢，那地方本來就窮了，再加上這筆債，我看媒體報道他還動用了4000萬的什麼一個債，這就是國家政策啊。這樣的事情恐怕不是這一例啊，恐怕很多啊，只是這個被媒體爆出來了啊。各個地方很多爛尾樓裡面有多少是這種情況，不得而知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點讚評論，謝謝大家。